手头有几间厝，才会当算是好家人咧。财政部最近公布去年的房屋税及全国规划统计，若准以个人来算，有厝的人大约是804万人，这其中有4%的人因手头有3间厝以上，大约是32万人。就人伫咧质疑讲，囤厝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啊。 讲到买厝，即马真侪人拢讲家己买袂起。毋过财政部最近公布去年房屋税个人规划的统计表，若照内容分析，全台湾有厝的人计共有804万人，其中个人有4间厝以上的有将近32万人。若比较去年资料，有4间厝以上的人是31万5千人来看，大约是加码1.1%。有人就质疑囤房的情形。 无减颠倒来增加，他们多数不大会用个人的方式来去做持有，再加上就是你可以开公司，也可以节税，所以多数会采取所谓的法人持有的方式来去规避掉可能自然人持有所产生的风险。不动产专家表示，照因观察，个人若有几啊间厝，除了短时间继承，嘛有可能是伫贷款利率较低时加买的，也是进前有卖厝雄雄来交厝，袂当讲安尼就是囤房。另外，财政部即摆嘛特别公布去年家户规划的统计表，招运团体就认为用家户来算，较通好反映现况，才能够真正描绘我们的家庭的房屋的持有有没有集中的现象。既然可以做去年的话，他要不要统计历年？可能例如说从2010年开始。 家户规划的统计是按1户内翁仔某甲还未成年的子女来计算。招运团体认为，财政部若会当甲过去几档的家户规划图表拢统计出来，可能较会使互大家来了解，即站台湾敢有囤房的情形。财政部是表示，未来个人甲家户两种的统计表拢会来公开。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